芈姝前往秦国嫁给秦王时，除了芈月，还有2位应妾。在古代有一个规矩，大王新婚前3日需要应妾守在门外，死后再有贴身侍女打理。芈姝的3个陪嫁，芈月本就是因为想与黄歇私奔，才作为芈姝的陪嫁前往秦国的。若不是黄歇遇害，他为了找到凶手，也不会进入秦宫。他在进入秦宫之前就与芈姝说好，不是请。但是另外2个应妾也不是，他们就是单纯的陪嫁，也为了能得到侍寝机会而争执。孟昭以让2人休息为由，让他们守前半夜，自己守后半夜，看似是为别人着想，其实却是个心机女人。景氏也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，他自然知道孟昭是什么意思，他便反过来说自己守下半夜。孟昭当然不愿意，都知道应妾守在门外就是为了能得到大王的宠幸，借此机会成为大王的妃子，在后宫之中能有一席位置。而这种机会都会发生在下半夜，那下半夜谁守夜谁当然就会有机会。作为应妾，谁都不会想错过每一次机会，他们只是陪嫁，与其他妃子不同，没有地位，只有能够侍寝之后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位，属于自己的寝宫，脱离陪嫁的名分，真正成为后宫中的一员。既然已经选择作为陪嫁，就不会永远只想是一个陪嫁，都会为自己谋利，为自己争取，哪怕不及后位之大，但若真是能够得到大王赏识，那一切皆有可能。后宫之中争宠是最平常的事情，也是宫斗的源头。众嫔妃之间原本大家都不熟悉，也很少会有一些深仇大恨，大家都是进入同一个后宫之中才认识彼此。但是宫斗为什么一直不断？不就是为了同一个男人，为了能得到大王的宠幸来提升自己的地位，为了不让别人得到大王的欣赏而彼此陷害，为了可能成为敌人的因素而彼此陷害。野心大一些的，自然是为了后位，为了太子之位。在那样的环境之中，就算不争不抢，也会灾难降临。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举动就会让人心生怨恨，与其最后被人害死，不如去争得大王的宠爱，保住自己的性命，还有家人的性命，甚至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，还有家人的地位。一些人为了对大王的感情而争，一些人为了家族而争，一些人为了自己而争，一些人为了孩子而争，都是不一样的目的，但是都是一样的争斗。只要进入了皇宫，就会有无休无止的争斗。其实他们也是可悲的，进入皇宫之后，有些是确实身不由己，他们可能原本有喜欢的人，想要定下终身的人，却因为家族的利益被送入皇宫，或者是因为大王的喜爱而被选入皇宫，在那围墙之下永远逃脱不出。每一日都会有新的争斗，层出不穷，也永远不知道是别人的陷害先降临，还是希望先降临。我为何要给你1000？可是刚刚那个人说要我把画传给你，一定会给我1000。那要看这画值不值这1000。那个人说2日后是15，有故人，故人约你未时在四方馆见面。你是说2日后和我相见？2日后四方馆，可值1000。客官，里面请。去吧。多谢公子。离小公子出世还有几月，他自己的衣服该是都做全了。姑姑总说是小公子，万一是小公主呢？是个公主也好，像我们月儿一样聪慧俊俏，但在姑姑看来，那孩儿必定是个公子。姑姑这话没根据。怎会没根据？姑姑梦里头看到的明明是个小公子，粉雕玉琢一般，在宫里跑来跑去，还跟我笑。月儿，这事儿实在拖不得的，无论为了谁，你都要早拿定主意才好。大王准我出宫了，我反倒是没了主意。反正子信，我是一定要见的。你贸然出宫，就算不替自己着想，也该为肚子里的孩儿打算。阿紫，大王来了。大王，
寡人说过了，你有身孕，见寡人不用多礼，摆来摆去，累着你。谢大王。这2日，寡人看你脸色不太好，可是觉得哪里不妥？整日在屋子里闷着，臣妾都快憋出病来了。都已经快做娘亲的人，还这般任性。大王知道臣妾的脾气，只喜欢天高云阔，受不得贬下局促。马是不能骑了，鞭子也不准用了。好吧，就算寡人让你出宫走走，街头巷尾闲人杂乱，你可想好要到哪里去了吗？要不还是去四方馆散散心吧，那地方你不是喜欢吗？谢大王。来，出菜。您的菜慢用。小二子来壶酒。好嘞。公子可否给我1钱？你这黄口小孩可是好笑啊！你我又不相识。是。臣妾恭喜大王，又得了一位公子。大王救命！大王救命！又出什么事了？国美人被王后施以掌刑，不堪受辱，投环自尽了。大王，你是后宫之主，看看你做的好事。大王，这不干臣妾的事啊！寡人明明听邢夫人说，国美人跟芈月口诀几句，你却大发雷霆，让国美人掌嘴，吓得那胆小的樊少师滚下台阶。你呀，太让寡人失望了。大王，王后，姐姐，王后，太医，姐姐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书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秋。二氏心中有些疑问，还望大监指点迷津。王后但说无妨。宫中都说唐夫人是服侍大王最久的，先王后在世也就罢了，先王后不在了，她既有儿子，位分又高，为何这后宫当中全都由着魏夫人一人说了算？其实这并不奇怪，唐夫人当日就不曾受宠过。大王做太子时，后宫素来只倚重一人。是谁啊？是大王长姐邢夫人。大婚那日，王后理应见过。因大王母后过世很早，长姐待她如母，姐弟情深。后来邢夫人出嫁到了魏国，为魏太子妃。那年马陵之战，魏国被齐国重创，我大秦趁势出击，夺得了魏国河西的大片土地。那时战事的主要消息都是由邢夫人传递回母国的。后来事情泄露，魏太子也就是当今的魏王大怒，将邢夫人休婚，并将她驱逐回了秦国。那再后来呢？邢夫人就再也未嫁。她自己虽然未曾生育，
却为大王抚养了大公主，并替大王掌管了后宫的一些事务。大王极其敬重她，就连先王后在世时都让她3分。先王后过世前，嬴夫人的身子就不似过去了。先王后过世后，因魏夫人是先王后的亲妹子，又有些长世之才，于是就名正言顺地掌管起后宫的事务。嬴夫人为此就搬到了大王赐给她的北郊行宫去住了。人珍藏，还是宁愿快乐地活在烂泥里。妹妹胸无大志，只想做一只泥土中的乌龟。望姐姐允许，3年之后，让我带着葵姑和小冉离开清宫。人各有志，不可勉强。只是妹妹明珠暗投了。姐姐快些梳洗打扮吧，我先告退了。王后，今日的情形，奴婢在一旁都看见了。王后的确是赢了一局，可那个芈月的风头，简直盖过了王后。你也该看到了，当时除了月儿，无人能帮我。月儿不争宠，不要名分，你还要她如何？奴婢多嘴了，王后息怒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细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秋。大良到！王王将军，黎叔公主眼下如何？安然无恙。秦国大良造公孙衍拜见秘书公主。公主，公孙衍救驾来迟。月公主带人去引开了狄戎，先不知去向，怕是凶多吉少，还望大良造能够快派人去救他。原来如此，叔公主请放心，微臣马上派人去寻找公主。